甲骨释文第42集。伊写字中文写即个字，有人会想到儿子、种子无？无啊，无人感觉奇怪。闽南语讲一下仔会真奇怪无？照理是真事上啊，敢毋是？字啊共款，拢表示时间的短暂，一下仔加成一哦，顺续提醒一下。教育部写袂出来的声调，讲闽南语的一定安尼讲的声调。即集来研究闽南语真侪发音啊的字是虚词无，并毋是哦。即集的重点，真侪啊的发音并毋是虚词。先搁讲一遍，一下仔一开始记的即个例是古典台语。毋是尾字有儿，就一定是近代北方的儿化音。一个是3000年前的产物，一个是近代北方简化中文的发展。无共的概念，无共的演化。咱先爱有属于家己的文化的认捌，有道理无？来看3000年前的甲骨文。2000年前，说文解字对即字的解说，讲是小字的头信袂合，这应该算是作者毋捌看过甲骨文的证据。若有开即种型的头壳挂，若会活也剩无几工，是吧？为什么即字读儿？我嘛毋知，阮国语老师无教，有人知无？欢迎指教。阮闽南语老师安尼教，因为头信袂合，就是离，所以即字的文音读离，或者读疑。七坐八爬九发芽，这两个字也是释义，也是发音、读音牙。细汉囡仔讲话的声音，囡仔囝一暝大一寸，发声啊，所经过的时间、空间是短暂的，所以啊就借用做短、细、少也，主要用伫时间、地点。孔子讲同义语的证据，毋是甲好野的野误读做啊，你家己乱读，无必要讲孔子嘛乱读。乱读毋是孔子的水准，是吧？即字野和即字池有真深的关联，无即字池为何将野呢？是吧？咱另日仔则搁来详细讲。即字则是孔子讲同义语的证据。有人问孔子即字啥物意思？雄雄安尼问，孔子一时想无用雅言如何来解说。就用伊的母语，也就是闽南语回答，在人下顾结骨，结骨老一辈的闽南人一听就捌的一个词。结骨这个古典台语本意是半句半句，加言字边的结骨，变成在责骂别人，光说不练，好吃懒做啦，要食毋讨趁。结骨。孔子讲闽南语的证据有文化深度无？结骨是在解说字的长短骹，形容一个人做代志结做短骹，食饭就变成是长骹，或者是食饭抢第一啦，做代志藏伫尾后。结骨伫日语嘛也有保留类似的解说哦，做代志拢理由一大堆啦。转来讲啊，来看例句。真嘛，严格来讲，这两句是有分的。真是时也，现代话讲现在。即嘛是即时即刻的时间点，就亲像一下子的字，即字啊嘛借用做时间性的短暂，并毋是虚词哦。当然啦，口语上即嘛。就无分甲遐严格啊，难做伙用啊。来看地点的例句，这个所在的即啊，连音读做遮，就是中文的即字遮。
等于即字食，嘛等于即字食。若要查文献，推荐即字古典台语来看食的例句。阮今遐食，登高自卑，行远自遮。要爬悬为低开始，要行远为近的开始。等于上述即句，若对遐必自遮。搁有西晋的文章，应句下项，实遮心遐。为何即字读遮？真侪人一定袂惯势，先无详细讲，来思考一个问题就好：为何即字的古字安尼写呢？钱到遮的遮，加看几摆啊，是毋是就愈看愈熟悉啊？有一块黑黑的，台语就讲有一搭乌乌，搭是地点是点。强调一点点啊，就讲一搭仔，比一搭搁较细，加即字啊，毋是虚词哦。换来讲另一字啊，这是空虚字典对即字的全部解说，只有两个读音，上声的子，平声的之，意思只有一个客业、人业。例句嘛只有诗经即句。不时压经，佛是诗经的1000年后的唐汉才有的讲法，伫遮等于即字不，不时就是时时刻刻，不时压经。即句是讲周成王不时倚靠伫子弹的肩胛头，子弹就是周公，周武王的亲小弟，所以是周成王的压叔。不时压经，即种讲法，3000年后的台湾人要真接讲哦。亲像歌戏，歌是戏的一部分，绝对毋是虚词哦。歌戏若无亲像杜马调等等的7句调即种歌，绝对就毋是歌戏。有歌的深深以外的戏，才是歌戏，绝对毋是虚词哦。即字韵切音读子，直立切嘛，所以国语词典教人读牛子裤是有道理的。在是广东话的文化。转来讲不时压经，即字简单想做即字有一个主角的主，即句主角省略就是周成王，伫母体周公的经。主虽然是主角，但是这个主若毋是有母体通甚至连存活就有困难啊，所以绝对毋是虚词。咱定在讲的歌戏、蚵仔面线共款的句型，主角的主黏活伫母体，歌戏、蚵仔面线毋是虚词。经过安尼的解说，有法度接受无？蚵仔煎一定要用煎的，才是蚵仔煎，是吧？煎就一定毋是煎，需要解说无？煎蚵仔就变蚵嗲，或者是讲壳仔嗲。蚵嗲就是壳仔嗲，毋是蚵仔煎，煎毋是煎。即字有一个主角的主伫母体，这是本意。另外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用做小，或者就用做小。羊习惯安尼讲，因为羊本身细只嘛，牛较大只，就无人讲牛仔，除非讲牛仔囝是细只牛仔嘛。牛仔是少年的细只牛，和羊仔的意思有淡薄仔无共。狗咱即马就知影，其实是有分的。当然，口语上有时就无分甲遮严格，但是群量狗因为真大只、真歹，就无人讲群量狗是吧？经过安尼的提醒，是毋是感觉出有无正经是有差别的，是吧？
即字若读啊，是取用即字的主体性，例句歌戏、样仔有两种意思，头拄仔解说过。另外，若取用即字的母体性，读音的，例句担当的。过来，师傅本身就是母体性，所以是师的。徒弟爱先伫边仔侍候师的，所以是师仔。师的母体性，师仔徒弟是主体性，有淡薄仔复杂，大家慢慢习惯。亲像会晓讲台语的人，不知不觉就知影狗仔、牛仔，其实是有差的。慢慢的，师仔就袂感觉困难啊，就免阁用啥物虚词来准过去啊。用伫人物件的助词，这是另一个用法。例句等的、细汉的，这属于昵称。细汉囡仔是少爷。人树是助词。这只猫真水，蚵仔煎蚵仔，两个小可无共哦。蚵仔遮大粒，所以蚵仔的毋是小，是助词。汤真好食，记这几个助词的例句。整理一下，这字有两个照用的意思。第一个是少爷、少爷；第二个是主体性名词的助词。若用伫母体性，另外爱读的。这字有三个意思，其中一个是小，另这字嘛有小的意思，有必要区分一下哦。关于时间、地点用这字其他的用另一字例句：即仔是时间的现在，一单久是一下子，一下嘛是一下子。这站讲到底这站较无用，就是这段时间较无用。念物就好，念物就是眨眼之间，有困难无？和教育部比起来，人念物安尼写呢，有较简单吧？换讲地点的例句，比一点搁较细，就是一点这算空间类的，所以用这字搁有一时嘛是一点一块糖囡仔伴古定讲糖分我一块分我一小块就好啦，就是一块中文的一块儿是在一起，若要避免混乱，会使写古语的这字底。这字的字形是甲涂角缀出一个模仔形，有传神无？看起来真简单的两字，为着解说毋是虚词，咱解说甲真复杂，无法度，咱爱豆豆习惯属于咱家己的文化深度。继续阁有第三字哦，无知，这声嘛毋是虚词哦，是要不然怎么的意思。来看这个字根，这是倒向向的向，仰望的仰，这是文音，嘛会使读仰，白音读望，嘛是额头的额，这是以下位者的角度。若以上位者的角度，就是字，上位者字，下位者，或者读刺，上位者刺，下位者的头。为何这个字根分上位者、下位者两个角度？因为左边徛悬担头，右边跪下额头，代表一高一低，一贵一贱，一死一寿，所以就是两种角度的解说。要有第三种角度，分袂出关系，分袂出好歹啦，表示犹豫不决，意思去怎无确定知就是怎么知道呢？遐则是的遐和共意思，是遐是共意思，无共音，无确定相共，用这两字。倒向向就是倒栽葱，安尼写。
要考闽南语鉴定的人爱安尼写哦。望其实是对人的盼望，对神的望另外安尼写，正义呢就安尼写哦。毋是真好笑吗？岂不是就是毋是虚词哦。中文的那就试看看，这字那毋是虚词，是换一个角度的意思。同款的文法来理解，闽南语这句讲做就来试看卖，毋是虚词，是毋是哪来哪习惯啊？好啊，总算讲完啊。这声毋是虚词哦。这字的金文一支箭射到不上不下的云顶，表示这支箭已经到最高点，强弩之末也，表示完结终了的肯定词。读音嘛会使读也、读了、读领。毋是虚词，这集介绍4个字，每一字阁毋止一种用法，雄雄为虚词跳到复杂的几啊种的用法，应该有真侪人一时真歹接受。不要紧，咱豆豆习惯。正经的闽南语文化的深度，毋是简化的中文哦，有深度的哦，值得传予子孙的深度内容哦，咱甲学起来。这集讲到这，感谢你的收看，咱下一集再会。